过来看到这个画面，这是有民众看到台中太平4号路有一个骑倒摆的人，为着要整车，险险啊跋去对面车路，看起来实在是有够危险。没想到卡达珠啊，佫有一个囡仔强强摔出来，该在迄当时对面无车，骑倒摆的人伊赶紧甲囡仔牵起来。警察讲，奥倒摆卡达珠啊，袂当骑人，若是安尼，因为违法，可能会罚300到600。台中太平树校路顶悬，为着要超车，奥多摆全部拢徛伫咧路中，即台就差一点仔要徛去对向，向奥多摆顶悬有物件落落来，惊死人是一个囡仔，佮看一摆，奥多摆就用要徛去对面啊，囡仔就安尼对倒平落落来，摔伫咧涂骹，奥多摆技师看到嘛惊着，赶紧停车将囡仔抱起来。赶紧来安搭即个一直咧哭的囡仔，即段影片互人铺上网络，网友嘛讲足危险的。有人讲先仔无爱用安的，囡仔应该是困去啊。佮有人直接点名边仔机车道有违规停车。所以你拢会互伊徛头前，手甲围咧，骹甲围咧就对啊。坐来街仔路看，家长互囡仔徛伫咧奥多摆骹踏板顶悬，虽然知影危险，但是嘛真无奈。警方讲，其实这已经算是违规。负债人或物品未依规定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处就是300元到600元的罚款。那如果未戴安全帽，可以处600元以下的罚款。警方表示会加强来处罚，技术载囡仔嘛着爱遵守交通规则，上好会当互因坐伫咧后座有固定的座位，戴安全帽啊。若无亲像安尼囡仔落落来，好加在边仔无车经过，若无后果是真歹料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